咱每一个人通领受，互咱每一个人逐日拢伫上帝的保守，伫上帝的看顾中，一步一步来进前。感谢上帝，搁一摆引带咱每一个兄弟姊妹来到伫伊的圣殿，咱做伙来敬拜伊，做伙来学乐伊。愿上帝赐予咱每一个来到伊面前的兄弟姊妹，透过咱伫遮做伙组织敬拜，也透过咱伫遮做伙来听上帝的话语，搁一摆领受到伊的真理，搁较明白主的心意。也透过咱伫遮早起的礼拜，互咱搁一摆得到对上帝遐来重新的快乐甲活命。伫咱开始分享上帝信进前，咱搁一摆来做一个祈祷。亲爱的主上帝，愿感谢你，感谢你引带阮，搁一摆呼召阮来到伫你的圣殿，和每一个兄弟姊妹同齐来敬拜你。同齐来学了你，同齐来孝顺你的恩典，也来看见着主你伫阮生命中的引带。主啊，求你伫这个时刻安静阮的心，将你的平安放伫阮的心，互阮无受任何的阻挡，无受到任何的搅吵，专心一意注神伫你的身上。搁一摆要透过你的话语，互阮得到帮助，也求主你的圣神来启示阮，求你真理的神、真理的圣神伫阮的心中来运行，互阮搁较明白主你的旨意，搁较明白主你伫你圣经中，你对阮每一个人美好的计划。愿主你来赐福，愿主你也来保守，愿安尼祈祷。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来求，阿免。今仔咱要做伙来看一段圣经，伫彼得前书第2章的第4节到第10节。今仔咱要做伙看这段的经文。也是过去在分享这个系列的最后的一讲。伫过去咱咧做伙分享上帝的话语，在分享这个主题时，咱头一个，咱透过以弗所书，咱了解生命的更新，互咱知咱接受耶稣基督，咱来到伫教会，毋是加入到伫一个宗教的团体，搁较重要是咱每一个人的内心。咱每一个人的生命得到更新。伫迄个的第2讲分享安怎起造咱的根基。咱透过马太福音耶稣所讲的譬喻，耶稣讲听到伊的话搁去行的，就亲像将伊的厝起伫石盘顶，风吹雨来，也是大水冲，这间厝悠然稳稳徛伫石盘顶面。得甲咱讲咱的生命。毋若是更新，搁较重要是听见主耶稣基督的话，听见主耶稣的教导，咱就去实行，咱就去遵守，安尼就互咱的生命搁较稳固。伫这个系列第3讲，咱搁一摆透过以弗所书，在讲内在的力量，互咱知信仰的力量，信仰的快乐，毋是靠伫外在，毋是用咱的外在有偌好的表现，毋是咱的外在有偌尔啊好。是圣神伫咱内面来工作，是圣神伫咱内面充满，互咱得到真实的快乐。伫这个系列第4讲，咱透过约翰福音，耶稣讲葡萄树和葡萄的树枝的这个譬喻，若是结连会结果子，而且是结了侪侪。主耶稣讲，咱爱常常伫个内面，和伊有好的结连。伫顶一届分享，咱透过诗篇119篇。互咱搁一摆用上帝的话讲，伊的话是咱脚前的灯，是咱路上的光。互咱搁较清楚明白，主的话是咱生命的引带，是咱生命中重要的根基。最后一个，伫这个系列要分享的，咱要透过彼得前书，咱来学习，咱嘛做伙来思考。头前所分享遮侪
特别在讲咱个人性命的更新，讲到性命根基的起造。但是最后，咱知信仰毋若是咱个人的代志，信仰毋若是家己得到更新、得到改变、得到造就尔。搁较重要是咱互上帝呼召出来，咱真做是上帝的子民，咱互上帝呼召出来，咱真做是一间教会。所以信仰的根基，性命内在的改变、内在的更新，毋若是针对家己得到帮助尔。搁较重要是咱每一个兄弟姊妹做伙组织。做伙受到鼓励，做伙受到更新改变的时阵，咱安怎真做一个属伫上帝的子民？咱安怎真做是一个互上帝欢喜的教会？所以今仔日透过彼得前书第2章第40到第10节，耶稣的门徒彼得伊所写的这段圣经节，咱做伙来学习，然后做伙伫这段的经文当中，咱做伙来看上帝有啥物款的心意，对咱的教会。也对咱每一个人要来讲话。咱知彼得前书是使徒彼得，伊要写互伫当时伫迄个即摆土耳其的这个地区遮的信徒。当时遮的信徒，毋但有外邦人的信徒，嘛有侪犹太人的信徒。所以，若看彼得前书第1章第1节，伊安尼讲，伊讲伊要写互分散伫迄个土耳其所在遐的信徒。所以，遮的分散，毋但是有毋若是讲原本的遮外邦人，嘛讲伫因为受到真大的迫害，而遮基督徒分散到伫土耳其遮的信徒。伫当时，遮军队耶稣的人，遮相信耶稣的人，因受到侪的困难，因为伫当时因的文化内面，因对遮相信耶稣的信徒，对着这个信仰有侪的误解。因认为讲，这个信仰哪会当食人的血、食人的肉？认为讲，这个信仰所讲的是有问题。所以，伫当时的信徒，因要认捌耶稣基督，因要接受这个信仰，因爱受到真大的挑战。甚至遮的基督徒有人互人受掠去钉十字架，甚至当时的罗马的皇帝搁较残忍，因将基督徒绑伫这个叉头，然后将因点火，互当作是暗时的灯。所以当时的基督徒是受到真大的挑战、真大的迫害。伫当时的文化、伫当时的社会，因有足侪的误解。当然，伫即摆的台湾，伫咱即摆的社会，可能袂受到遮严重的挑战，可能袂受到遮严重的遮的迫害。但是咱犹原知，伫即个社会，伫可能甚至伫咱的家庭，有人犹原个伫咱的家庭的成员，可能个人还袂认捌主的，可能就会对咱所信仰的，对咱的基督徒会产生怀疑、产生疑问，可能嘛会产生误解。彼得写这个批，写彼得前书，或者的信徒，是要提醒这群相信耶稣基督的人，要甲因讲。恁的身份毋是这个世界所定义的，恁的身份毋是这个世界所会当决定的。每一个相信耶稣基督遮的信徒，搁较重要的身份，是用为上帝的心意，是对上帝的旨意，是对上帝伊对每一个人美好的心意，所以。伫当时迄个时刻、迄个时代的基督徒，因所拄着侪的迫害，甚至受到因性命的威胁。但是彼得搁一概甲因提醒：当相信耶稣基督，要真做是一个军队耶稣的人，搁较重要爱知有一个搁较清楚重要的身份，毋是这个世界安怎讲，毋是这个社会安怎定义，毋是这个价值观安怎看，搁较重要的是上帝安怎看。伫咱带所读的这段经文，咱看见一直出现一个特别的文字，一个特别的词一直出现，叫做石头，也是外石。拄仔讲彼得要写彼得前书的时阵，伊拄仔写互外邦人以外，伊嘛有部分要写互相信耶稣基督犹太人。咱知犹太人因虽然生活伫希腊、罗马的时代。
但是伫犹太人因游玩嘛是会了解希伯来文。伫这段经文不断出现一个字叫做石头，也是拄仔讲的活石。希伯来文内面的石头，伊的音非常含一个字非常亲像，就是囝儿，也是囡仔。希伯来文的这个石头，伊在形容的伊的音，咱咧讲含这样的囡仔，也是讲囝儿，伊的音非常的亲像。所以当咱了解彼得在写这个批的时阵，咱阁了解讲，这个字有另外一个类似的音，伊可能代表另外意思的时，等下咱阁一摆来看这段经文，互咱阁较深来思考。当拄仔咱在读经文，伊讲恁着亲近主，因为伊是活石。彼得在讲着亲近主，因为伊是迄个囝，谁的囝？上帝的囝。彼得嘛讲，恁嘛爱做活石。毋是讲做石头尔，是爱讲你爱做一个活的囝儿。所以彼得在写这个批的时阵，虽然敢若看咧讲石头，但是有另外一定的意思，是咧讲每一个属伫上帝的囝儿，每一个有生命、有气力上帝的囝儿。所以咱今日要透过这段的经文，咱做伙来看这段经文，要互咱会当做伙学习，互咱做伙得到帮助的所在。第一个，咱要透过这段经文做伙学习，就是来到伫基督面前，亲近伊，来成做活石；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，来亲近伊，来成做是活石。段经文。咱阁来看一解，伊讲着亲近主，伊是活石，虽然互人弃杀，毋过受上帝拣选，看做宝贝。恁嘛着做活石，互上帝用来起造属灵的殿，搁做圣洁的祭司，通过耶稣基督献上帝所欢喜属灵的祭物。彼得伫遮讲着亲近主，因为伊是活石。彼得讲，伊是活石。咱知石头伊是无生命的，石头伊是无任何生命力的。彼得用石头，但是伊佫讲活石，这有一个非常强无共款的比较。石头是无生命的，伊是无法度发挥出任何的真实的价值。但是当彼得伊咧讲是活石的时，代表这个是拥有一个活命、拥有气力的，伊是会当显出有价值的。彼得讲着要亲近主，因为伊是迄个活石。彼得讲咱嘛爱诚做是迄个活石。若是咱的生命会当不断甲含这个生命的主时刻亲近结连。若活出有上帝同在的生命，咱就会当诚做是一个活石。拄仔讲石头是无生命的，石头是无生命的，但是彼得伫遮用一个非常特别的譬喻，伊讲是我的石头。伊讲是我的石头，啥物款的气力会当将无生命转变成做是有生命的？啥物款的气力会当互一个完全看起来敢若是无啥价值的、无啥路用的，诚做是有价值的，诚做是有路用的？是因为有这个活的上帝，是因为有这个生命的主。咱知彼得伊原本的名叫做西门，西门彼得。咱拢在看圣经，咱拢知伊叫西门彼得。伊原本的名是是西门，但是当耶稣呼召伊成做门徒的时阵，伊互伊另外一个名。这个名翻译就是叫做彼得。但是无论是这个记法还是彼得，伊拢有一个意思，就是石头。伊拢有一个意思，就是石头。石头这个名，互咱会当学习一项代志。伫咱还未真正认捌到这个恩典，
真正还未含即个生命的主结连的时，咱的生命可能就亲像山土一样，可能是非常无结合做伙，毋是非常的坚固的。但是当主的竞选临到的时阵，就将人改做正做是我的石头，正做建造属灵的宫殿的材料。会记你拄一开始讲即个石头有另外一个意思，叫做囝儿。当一个人的生命，伊正做是一个石头的时，伊毋是无生命，咱毋是无活力的，毋是石头尔，伊是囝儿。伊是正做一个人，恢复一个人原本的生命，恢复一个人原本的价值，恢复一个人原本应该爱有的模样。当一个人还未明白稳定，佢生命可能是非常的无清楚的，非常无法度通了解生命的真相是啥物。但是当耶稣基督的竞选来的时阵，当稳定来到生命是人的生命，就真做是活的，人的生命就真做是有活泼的，人的生命就开始得到改变，亲像彼得的生命是安尼。当伊过去还未真正认捌到耶稣的时，当伊头一摆伫认捌，第一摆拄到耶稣的时，伊的生命还未得到遮大的反转。伊原本是一个是一个伫讨海的人，伫掠鱼啊。伊拍拼，伊的拍拼规暗的时间，拢无掠到鱼啊，啥物拢无得到。就是当耶稣出现伫伊的生命，带互伊一个真大的反转，互伊看到即个耶稣，毋但是互伊掠到鱼啊，更较重要，互伊的生命嘛要开始得到更新，得到改变。而且上拄仔咱读的经文，伊讲上帝用这活的石头，用这活的石头要起造上帝属灵的殿，要起造上帝欢喜属灵的殿。上帝即马在用这活石，上帝在用这活石在建造一项代志，就是属灵的圣殿。过去咱咧这个系列咧分享的时，咱拢咧讲起造家己的生命，起造伫耶稣基督这个石盘，更新咱的生命，互咱的生命的根基徛了非常稳固。但是当咱徛了稳固，耶稣继续经文看，主继续用咱的生命起造属灵的圣殿，互咱知咱的信仰、咱的生命，毋是咱家己在生活尔，毋是咱家己在经历尔。起造属灵的家，起造上帝的圣殿，这代表一个非常重要的代志。上帝的圣殿毋是一个建筑物尔，上帝的教会毋是一个建筑物尔。上帝的教会、上帝的圣殿，正着咱每一个人正做是一个活石，做伙来建造。上帝互咱会当起造伫伊这个根基。耶稣讲，咱伫伊的话顶面含伊结连。搁较重要的有一个搁较大的目的，就是互咱每一个起造的人，每一个含伊结连的人，要来建造这个属灵、属神的圣殿。借着咱的生命，伫咱即摆的这个时刻，来为着伊来做见证。基督的信仰绝对毋是加入一个宗教的团体，毋是加入一个宗教的团体，毋是讲我有做啥物，我有修啥物，我应该爱做着啥物。更重要是，咱来到一个活的耶稣基督的面前，咱来到是一个活的主的面前。互咱的生命通得到成长，互咱的生命通得到更新，互咱的生命通因为安尼会当来回应。咱所相信的耶稣基督，咱所相信的基督的信仰，毋是一个宗教的团体尔，毋是一个社团，嘛毋是伫遮互咱只有享受，互咱伫遮会当有真好的空间。更较重要一个基督的信仰，是互咱来到伫即个永活的耶稣基督的面前，互咱会当成长，互咱的生命得到更新，互咱的生命得到回应，也亲像彼得伊讲，献像咱家己正做是活石，献像家己的生命
来起造这个属灵、属伫上帝的圣殿。所以伫保罗先生伫罗马书12章第1节嘛讲，伊讲兄弟姊妹，既然上帝安尼怜悯咱每一个人，保罗讲，劝咱每一个人，着将家己诚做是活的祭物献互上帝，专心侍奉伊，互上帝得到欢喜。这就是咱应该爱献上真实的敬拜。保罗讲爱献上活的祭物。过去伫献祭的时阵，旧约时代伫献祭的时阵，迄个祭物是已经无生命力的，迄个祭物是已经无生命力。但是保罗伫遮所讲的，伊讲献上活的祭物献互上帝，迄个活的祭物代表就是咱每一个人，活的祭物代表是咱每一个人，就亲像彼得咧讲的活祭。献上代表活，就代表是献上咱所有的人生，献上一个用耶稣基督心意的人生。也提醒咱无任何保留完全的献上。所以第一个，咱每一届来到耶稣基督面前。亲近这个永远的耶稣，永远的主，也因为伊是我的，因为伊是永远我的，咱亲近伊的时，咱的性命嘛，搁一届得到活命，得到快乐，然后不断更新，不断起造，不断伫这个所在得到上帝的帮助甲鼓励。第二个，咱要透过这段经文继续来分享，就是咱徛伫耶稣基督顶面，信靠伊，无抵到失望。徛伫耶稣基督顶面，信靠伊，无抵到失望。拄仔咱所读的这个现代台语的圣经，伊是讲无抵到失望，但是伫别个版本，伊是讲无抵到见效。伊是讲无抵到见效，但是咱搁一摆来看这段彼得前书的这个经文，伊讲，因为圣经有记载，看我要伫锡安下一块石，是受敬宝贵的赐甲石，信伊的人绝对袂失望。这个石对恁正会信的人是宝贵的，但是对毋信的人，起厝师傅所起杀的石，已经成做上重要的基石。彼得伫遮，互咱搁一摆看见着这个石、这个石头、这个活石，伊毋若是活的，伊搁较重要是一个赐甲石，伊是一个非常重要定位咱生命方向、生命的目标的一个重要的基石。当咱看圣经讲赐甲石的时阵，伊在讲是一个建筑物上重要的基石，特别伫以早古早的时代，特别耶稣因迄个时代，这个赐甲石伊决定这个建筑物伊要安怎起的方向，甚至伊嘛决定规个建筑物伊的稳定。这就是赐甲石，就是伫这个厝，这间厝上边啊角落上大地。上重迄个石头，这个石头决定这间厝安怎起，决定这间厝的方向安怎进行，决定这间厝伊敢会起了稳定。彼得伊伫遮，伊嘛引用了以赛亚书第28章16节，伊共款的引用这段经文，伊讲：看我伫西安放一个石头做根基，是试验过的石头，是稳固的根基。宝贵的赐甲石，信靠的人袂着急。伫以赛亚书是讲袂着急，咱今仔看的是讲袂失望。但是咱看见这个经文，互咱知信靠耶稣的人，耶稣诚做是咱生命的赐甲石，耶稣诚做是咱生命的方向，耶稣诚做是咱生命稳定、坚固、上大的快乐。
互咱无论是以赛亚书讲未抵到着急，还是彼得所讲的未抵到失望，还是其他版本的讲未抵到见效。为什么安怎讲？为什么安尼讲？咱拄仔一直咧讲彼得前书是耶稣的使徒彼得所写的。当彼得伊跟对耶稣的时，经历非常侪耶稣所行或者的神迹，医病赶鬼。彼得嘛伫耶稣的身躯边听耶稣侪的讲道，听伊讲侪真理。但是当耶稣最后要受定，要受了要受定十字架的时阵，彼得有3届无认主。彼得有3届无认主。然后伊心非常的悲白，伊的心非常的艰苦，非常见效伫遐哭。但是当耶稣搁一届上天了，耶稣到伫伊的身躯边，甲彼得讲：彼得，你敢有爱我？彼得，你敢有听我？耶稣甲彼得讲：你去无养我的羊群。你看见彼得的性命，伊的性命嘛经历着见效，伊的性命嘛经历着失望。伊的性命嘛经历着这款互伊无法度去面对的代志，但是这就是耶稣基督带互伊的气力，也是带互咱的气力。这也是福音在讲的，就是耶稣真做是咱的出家者，互咱无抵到失望，也互咱无抵到见效。纵使咱的性命过去，真正有互咱感觉非常见效的代志，甚至互咱感觉最失望的代志。甚至互咱感觉最失败的代志，但是耶稣基督这个出家者，真做是咱性命的根基，真做是咱性命袂失望，真做是咱性命袂跋倒，真做是咱性命行的方向的正确的一个重要目标。所以彼得用这个旧约经文甲咱讲，嘛用旧约经文讲，信的人，这个石头真做根基。但是这个无信的人，石头就真做互你跋倒的石头。同款信的人，这个上帝囝耶稣基督行做你的根基；无信的人，上帝囝耶稣基督就真做互你跋倒的。十字架捌互人看过是一个失败、软弱，是一个愚妄的一个象征。但是耶稣对死过活的时阵，互人气杀、互人放杀的迄个，真做是一个出家者。可能伫人的眼光看，这是失败的；伫人的眼光看，这是愚妄的；伫人的眼光看，这个是感觉见效的；伫人的眼光看，这是无可能的。但是伫耶稣基督伊所做的。耶稣基督伊伫十字架搁活的，真做是咱性命的根基，真做是咱性命的出家者。所以伫诗篇的94篇20，这个诗篇是安尼讲：耶和华真做是我会当投靠的石盘，耶和华真做是我会当投靠、会当倚靠的石盘。咱伫读诗篇的时阵，也常常看到诗人在安尼描述上帝真做是伊的石盘。真做是伊的避难所，真做是伊坚固稳固的根基。虽然透过彼得这段经文，第一就是互咱学习，当咱徛伫耶稣基督这个根基顶面，咱就无抵到失望，咱嘛无抵到见效，咱嘛无抵到失败，因为耶稣基督已经赢过这一切，耶稣基督已经赢过这一切错误误解的眼光，伊已经得胜。最后透过这段经文，咱做来思考，就是咱每一个属于伊的子民，咱来回应耶稣基督的竞选，咱做伙来宣扬伊的奇妙的作为，咱来回应耶稣基督的竞选。也做伙来宣扬伊的奇妙的作为。最后这两段的经文安尼讲：恁是受竞选的王家的祭司，圣洁的国度，上帝的子民。
要互恁通宣扬上帝伟大的作为。伫即位上帝有调恁出黑暗，立伫伊灿烂的光明。圣经讲，恁前毋是上帝的子民，即马是伊的子民。恁前无得到上帝的怜悯，即马得到伊的怜悯。伫遮咱看见特别的一个竞选，伫遮咱看见一个特别的呼召。咱有一个新的身份，咱有一个新的身份。当咱徛伫即个出角节顶面，当咱用即个出角节诚做是咱生命的方向，诚做是生命的目标。当咱伫即个出角节不断起造、不断建立诚做是属灵的宫殿的时阵，咱就有一个新的身份。咱是受竞选，咱也是祭司，咱也是圣洁的国度，咱也是上帝的子民。咱是受竞选蒙恩，咱是上帝的祭司，咱是上帝圣洁的国度，咱嘛是伊所疼痛的子民。这互人看见咱有非常重要的身份，咱受装备，咱受更新，咱受改变，咱受到上帝的话语的鼓励。就是爱互咱会当活出有即款的身份。这段经文伊讲，咱过去毋是子民，过去毋是子民。伫犹太人伊的观念，因是上帝的子民。伫犹太人观念，因非常清楚，阮就是上帝的子民。但是对对当时来看，甚至对咱来看，咱毋是犹太人。咱无即款的身份，咱毋是伫下面共款的一个种族。伫犹太人讲，咱看起来可能是外邦人，但是彼得伫遮讲，咱过去可能毋是伊的子民，毋是上帝的子民，毋是伫即个以色列的子民，但是因为上帝的恩典，互咱每一个人，无分你敢毋是犹太人、以色列人，还是啥物款的人，拢因为耶稣的恩典、耶稣的怜悯。互咱诚做是上帝的子民，这就是福音的恩典。互咱有即款的身份，互咱有即款的恩典来回应。伫何西阿书内底有写到，即个先知伊讲，我要将我的子民栽种伫即个土地，我要对迄个无受到怜悯的，互显出我的怜悯。我要对迄个毋是我的子民的讲，恁是我的子民。因要做伙同齐回答讲。你是我的上帝，因要做伙回答讲，你是我的上帝。上帝呼召咱每一人离开黑暗，进入到伫伊经文所描写讲灿烂的光明。上帝呼召咱离开到伫黑暗，进入到伫一个灿烂的光明。向顶讲咱。褪去咱旧的人，诚做是一个新创造的人。即摆离开进入，嘛互咱想起，就亲像褪去过去的生命，进入到伫一个新创造的人一样，互咱会当得到这种美好的身份。所以信仰毋是只有家己得救尔，毋是只有家己受起造。更重要是回应这份美好的恩典，互咱继续宣扬上帝奇妙的作为。毋若是伫咱个人宣扬上帝奇妙的作为，也伫咱的教会继续宣扬上帝奇妙的作为。利未记第20章26节，伊讲：恁着爱圣洁，归伫我。因为我是恁的上主，是圣洁的。我将恁和列国分开，要互恁成做我的子民。恁爱归属伫上帝，要成做上帝的子民。毋若是咱每一个人，是咱这个群体，咱的教会，拢做伙成做上帝的子民。
成做上帝属灵的国度，成做是上帝做伙要起造起来即个属神的宫殿。愿上帝赐福咱，透过即个系列的讲道，互咱搁一摆来学习，也搁一摆来搁较明白上帝伫咱生命所藏落的即个根基，毋若是咱个人的改变，搁较重要，带来群体也带来教会的改变，继续宣扬上帝美好的作为。即是咱要做伙唱一条回应的诗歌，圣诗第254